好来感谢咱的龙岩哥，这个风台是愈来愈靠近台湾咯。往回到绿岛甲兰屿的交通船，明仔载25号开始停航停3天，停到27号。早起这个台东的富港渔港是真闹热咯，有将近7500个游客为绿岛甲兰屿退回到台湾本岛。除了台东港之外，宜兰的苏澳港渔船嘛陆续来客换。市民甲船只固定好好势，他来避风台。游客拖行李往码头沙顶东，真侪游客拢伫遮要等上船。多数的风台接近台湾，绿岛航班虽要停航。渔港公告讲，25到27往绿岛甲兰屿航班要停航。绿岛撤回归程的游客，兰屿嘛有500人。因为我们怕台风受影响，所以我们本来是下午的航班改成上午的航班。原本28号要回来，那所以明天开始就不开船了，所以我就提前好几天4天哦。对，只有玩到水，有些景点都没有去到的。少玩大概1天半啦。风台逼近，东部沿海风影是愈来愈大，渔船嘛赶紧入港，用锁啊包好，预防风台一日来会弄歹去。除了台东，宜兰苏澳港已经停满9成的渔船啊，因为未来1礼拜拢无多出港，渔民是真无奈。都几年没有台风这种穿心台了，你蛮惊哦。很紧张的。来拉我走，反正拉我走。就是较减碳啊。减碳就大家落也唔是干那咱。海上作业受到影响，东部渔友先回港将船啊把握好。虽然讲生活受到影响，但过提早做好准备，会当确保人员平安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